在燕麦粥里加入这一种食材，就能帮助清理您的动脉。大多数人相信1碗燕麦粥是您能享用的最健康早餐之一，他们是对的。但这里有一件大多数长辈朋友们从未意识到的事：年过60以后，您的动脉会自然地开始变硬，而在燕麦粥里添加的东西将决定是让血管保持弹性，还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造成堵塞。单吃燕麦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光靠它本身并不强大到足以对抗多年的斑块堆积或修复老化的血管。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影片中，您将会发现5种最强大的食材可以混合在您的早晨燕麦粥里。这些简单的天然食物能够帮助扫除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并让您的心脏保持强健。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第一种食材最令人惊讶，它是那个能在短短几天内显著改善您血液流动的关键。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请问您今年贵庚？您是在哪里收看这段影片的呢？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也说说您最近的健康状况如何。第5名，肉桂。大多数人认为它只是燕麦粥的调味料，但在60岁以后，这种不起眼的香料可以安静地保护您的动脉，免受动脉硬化和斑块堆积的一个最常被忽视的原因影响，那就是糖害。当您吃早餐时，血糖自然会升高，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处理这些血糖波动的效率会变差，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摄取加工食品或精致碳水化合物之后，这些多余的糖分会与动脉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产生粘性化合物，使血管壁变得僵硬并发炎。科学家称这个过程为糖化作用，这是导致动脉老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肉桂的作用就像一个温和的调节器，它能减缓碳水化合物分解成糖的速度，帮助您的身体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而不是出现急剧的飙升。简单来说，它能让您的血液保持平静。研究显示，定期摄取肉桂可以降低空腹血糖，并将胰岛素敏感性提高达24%。当您的血糖保持平衡时，动脉就会保持更平滑、更有弹性。但这还不是全部。肉桂富含称为多酚的抗氧化剂，可以保护您的血管免受发炎反应和自由基的损害。这就像每天早上给您的动脉做一次温暖舒缓的按摩。开始每天添加肉桂的长辈们通常会表示体力更稳定，注意力更集中，而且午后疲倦感减少了。当您选择肉桂时，请选用西兰肉桂，也被称为真肉桂。它的味道较温和，且其所含的一种称为香豆素的天然化合物含量低得多，因为香豆素若大量摄取可能会对肝脏造成负担。建议从在煮好的燕麦粥上撒半茶匙开始，这样可以保持其细致的油脂和香气完整。令人惊讶的是，像香料这样微小的东西，不仅能改变早餐的味道，还能改变心脏的健康。肉桂不只是让您的燕麦美味，它还能帮助您的动脉保持年轻。第4名，特级初榨橄榄油。这是一个大多数人绝对想不到的添加物，在燕麦粥上您一点特级初榨橄榄油。这听起来可能很不寻常，但在60岁以后，这个简单的习惯可能会对您的动脉产生奇效。特级初榨橄榄油常被称为液体黄金，是大自然最强大的心脏保护者之一。它富含多酚这些天然化合物，能平缓发炎，防止动脉壁硬化，并帮助血液更自由地流动。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些多酚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恢复血管平滑灵活的质感，血管既强壮又有弹性。
在几项大型研究中，每天摄取1到2汤匙特级初榨橄榄油的人，其低密度脂蛋白 （LDL） 及堵塞动脉的坏胆固醇水平显著降低，他们的血压获得改善，动脉变得更有弹性，整体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下降了多达30%。对于长辈来说，这些变化不仅仅是数字，而是您能切身感受到的改变。手脚更温暖，饭后较少感到沉重或疲劳，心率更稳定，以及整天的注意力提升。但真正的秘密在这里，橄榄油不只是单独保护您的动脉，它实际上还能增强燕麦粥中其他食材的营养吸收。这一位驻美医师都在为您的心脏更加努力地工作。关键是要始终选择特级初榨橄榄油，必须是冷压且为精致的。请避免使用清淡或混合版本，因为它们经过高度加工，已经失去了天然的多酚。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拿去煮，高温会破坏其有益的化合物。相反地，只需在燕麦粥煮好上桌前淋上1茶匙即可。它增添了一种滑顺微妙的浓郁感，将您的早餐转变为真正滋养心脏的一餐。每一滴都在您体内安静地运作，保持动脉柔软、循环强劲，并保护您的心脏日复一日。第3名，蓝莓。这是大自然的小小蓝色能量库，对老化的动脉有助神奇的功效。它们深邃、鲜艳的颜色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这是内部含有一种称为花青素的特殊物质的标志。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由内而外保护您的血管。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动脉自然面临来自称为自由基的不稳定分子的更多压力。这些分子会破坏动脉内壁，使其变得更僵硬、粗糙，这是斑块堆积的第一步。蓝莓就像清洁队一样，在中和这些自由基造成伤害之前就将其消灭。把它们想象成保护动脉的微型盾牌，保持动脉平滑、强壮和有弹性。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吃1杯蓝莓的成年人，其动脉灵活性和血液流动都有显著改善。另一项研究发现，蓝莓有助于增加一氧化氮，这是一种帮助血管放松的化合物，这有助更好的血液循环、更低的血压以及全身氧气输送的改善，对于长辈来说，这转化为明显的日常益处，手脚更暖和，心率更稳定，注意力更锐，以及在散步或做家事时更有耐力，这些都是您的血液循环正在改善的迹象。在燕麦粥中加入蓝莓时，使用大约半杯的新鲜或冷冻蓝莓。冷冻蓝莓和新鲜的一样健康，因为它们是在营养高峰期采摘并密封的。当它们在热燕麦中温热时，会释放出浓郁的紫蓝色果汁，这是抗氧化剂融入餐点的自然信号。请避免使用罐头或糖浆腌制的版本，因为添加的糖分会抵消其益处。如果您喜欢变化，可以尝试将蓝莓与覆盆子或黑莓混合，以获得更广泛的保护性化合物组合。每一口，您不仅是在吃水果，更是在给您的动脉进行日常保养。蓝莓就像碗里的青春之泉，悄悄地由内而外恢复活力。第2名，亚麻仁籽。它们看起来可能很微小，但在保护动脉方面，这些种子绝对是具人类别。大多数人忽视了它们，但它们拥有最浓缩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和植物性 Omega-3 脂肪酸来源之一。这2种营养素有助于保持动脉畅通、强壮和灵活。亚麻仁籽就像大自然的体内扫帚，一旦进入体内，它们的水溶性纤维会在消化道中与胆固醇颗粒结合，在它们硬化成斑块之前将其带出体外。
把它想象成每天早上为您的动脉进行一次温和的清扫。在一项研究中，每天食用亚麻仁籽的参与者，在短短4周内，其坏胆固醇 （LDL） 水平下降了多达10%。但益处不仅止于胆固醇，亚麻仁籽还富含一种称为亚麻酸2的特殊Omega-3，有助于舒缓血管内的发炎反应。当您的动脉平静且平滑时，血液就能自由流动，无阻碍地将氧气带到心脏、大脑和肌肉。许多常辈在日常饮食中加入亚麻仁籽后，注意到微小但有意义的变化：手脚变暖，呼吸更顺畅，早晨的精力也稳定提升。这些都是血液循环自然改善的迹象。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务必使用磨碎的亚麻仁粉，而不是整颗种子。整颗种子通常会未经消化就通过您的系统，这意味着您错过了它的营养。您可以购买预先磨好的，或是自己用调理机磨碎，并存放在冰箱中，以保持油脂新鲜。将一汤匙搅拌进温热的燕麦粥中，让它稍微变浓稠。它的味道温和，带有坚果香，与水果或蜂蜜搭配非常完美。这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却能建立起长期的防御机制。每一时都在悄悄清除不该存在的东西，并为您的动脉提供一条通往终身健康循环的平坦道路。在我们介绍最后一种也是最强大的食材之前，稍微暂停一下。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很有帮助，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这个健康频道，这真的能帮助更多长辈发现这些资讯。也请在留言中告诉我们您最近的健康状况，我们很喜欢听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历程。现在让我们继续介绍最后一种食材，这可能会让您最感到惊讶，因为它在60岁以后改善血流和帮助阻止动脉阻塞的速度非常快。第1名，核桃。它们看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内部含有保持动脉畅通、灵活和年轻最强大的营养组合之一。把它们想象成帮助心脏和血管重新呼吸的微型工具。在所有坚果中，核桃含有最高水平的 Omega-3、脂肪酸、抗氧化剂以及一种称为精氨酸 L-arginine 的特殊氨基酸，您的身体会将其转化为一氧化氮。这种化合物就像一个温和的信号，告诉动脉放松，让血液在没有压力或摩擦的情况下自由流动。但问题来了，随着我们老化，体内天然的一氧化氮产量会减慢。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会经历手脚冰冷、伤口愈合变慢，甚至血压升高的原因之一。在燕麦粥中加入核桃，可以帮助逆转这种情况。研究显示，每天吃一小把核桃可以显著改善血管弹性，并降低三酸甘油酯，这是一种与心脏病有关的脂肪。简单来说，它们有助于恢复弹性，让您的动脉像多年前一样顺畅地扩张和收缩。许多开始这个习惯的长辈很快就在几周内注意到了差异。有些人报告血液循环变好，血压更稳定，思绪更清晰，以及早晨精力更持久。这不是魔法，这是生物学在为您效劳。核桃还含有维生素、镁、镁和多酚，所有这些都能保护动脉，避免受氧化损伤，并防止胆固醇附着。这些化合物共同从多个角度滋养您的心血管系统、结构、功能和防御。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每天早上吃4到5个核桃瓣瓣，将它们切碎，并在燕麦粥煮好后加入，以保持其脆度和油脂。避免食用加盐或果糖的版本，因为那些额外的添加物会抵消对心脏的益处。
每一口您都在做一件小事，但累积起来却意义重大，为您的动脉提供保持强壮、灵活和畅通所需的营养。这不仅仅是早餐，这是一碗每日的心脏疗法。现在，让我们来回答一些常见问题。到目前为止，您可能在想，这听起来很棒，但我应该多久吃一次？我需要每天早上把所有这些食材都加在一起吗？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会清楚地为您解答。首先，让我们谈谈频率。对于大多数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将这种护心燕麦粥作为每日早餐的一部分，是您可以建立的最简单、最有效的习惯之一。燕麦、亚麻仁籽、肉桂、蓝莓和核桃都是天然食物，温和到足以每天食用，且强大到能随住时间产生变化。您不需要做任何极端的事情，只需要持之以恒。谈到心脏健康，每天的小选择会累积成巨大的改变。那么，一次混合所有食材呢？是的，绝对可以。您可以安全地将它们结合在一个碗里。事实上，当您这样做时，它们的效果甚至更好。这就是真正神奇的地方。这被称为营养协同作用。当天然食物在您体内实际放大了彼此的效果，亚麻仁籽中的纤维帮助您的系统更有效地吸收蓝莓中的抗氧化剂，核桃中的健康脂肪增强了肉桂中保护动脉的强力化和物的吸收。而且还有一件事，许多人没意识到，淋上一点特级初榨橄榄油将这一切连接在一起。它的天然多酚充当载体，帮助身体从碗里的其他所有食材中吸收更多营养。它也直接滋养您的动脉，每一口都改善循环并保持心脏强健。如果您比较喜欢循序渐进，可以慢慢开始。第一周加亚麻仁籽，下一周加肉桂，然后逐渐引入蓝莓、核桃，最后是淋上橄榄油。一旦您建立了习惯，就不必着急。目标是持之以恒，而不是追求完美。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吃最好？早晨是理想的时间。当您以这些营养素开始新的一天时，您的身体会立即利用它们来稳定血糖，支持循环，并保持精力直到下午。但如果您喜欢把燕麦粥当作清淡的晚餐，那也完全没问题，益处是一样的。这里有个许多常被喜爱的简单技巧：提前准备好几小罐前混合物，放入燕麦、亚麻仁粉和肉桂。早上只需加入水或牛奶，丢进蓝莓和核桃，淋上一点特级初榨橄榄油，您的护心早餐几分钟内就准备好了。最后请记住，关键不在于完美，而在于进步。即使您每周只享用几次这种燕麦粥，您的身体也会感谢您。每一碗都在支持更顺畅的血流、更低的胆固醇和更强壮的动脉，悄悄地重建岁月与时间磨损的部分。所以，无论是偶尔的早餐，还是您的日常仪式，这不仅仅是一顿饭，这是对心脏的一种简单关爱行为，一种在60岁以后真正能带来改变的行为。在结束之前，请记住，尽管所有这些食物都是天然且有益的，但在对饮食进行任何重大改变之前，倾听身体的声音，并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总明智的，特别是如果您正在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病性病或胆固醇等慢性病况。本影片分享的资讯仅供卫教参考，不应取代专业医疗建议、诊断或治疗。如有任何关于健康或医疗状况的问题，请务必咨询您的医师或合格的医疗提供者。现在让我们花点时间快速回顾今天学到的所有内容。只要在早晨的燕麦粥中加入几种简单的天然食材，您就可以在早餐前帮助清理动脉、改善循环并强化心脏。
亚麻仁粉能扫除有害胆固醇，并平缓动脉内的发炎。肉桂能稳定血糖，并保护血管免受损害。特级初榨橄榄油这一点点的液体，黄金能滋养动脉，减少发炎，并增强其他食材的营养吸收。只需1茶匙就能让整顿早餐在保护心脏方面更加有效。蓝莓有助于修复动脉内壁，保持其平滑和灵活，而核桃宁的终极秘密武器，能恢复一氧化氮水平，让动脉保持畅通和年轻。当您将这5种食材放在一起时，您的早晨燕麦粥就不再是一顿普通的早餐了，它变成了一种每日的心脏保养仪式，每一口都在悄悄支持您的精力、专注力和血液循环。最棒的是，您不需要药丸、补品或昂贵的疗程，只需要真正的食物、持之以恒，以及每天早上对自己的一点点关爱。所以，如果这段影片激励了您，请按赞、分享给您关心的人，并订阅我们的健康频道，以获取更多简单、基于科学的秘诀，帮助您活得更强健、更长寿、更健康。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可以考虑给予我们一些支持，这真的能帮助我们继续制作影片，赋能像您这样的常辈朋友们。记住，最小的习惯可以创造最大的改变。下次当您搅拌燕麦粥时，您不只是在做早餐，您正在建立更强健的心脏、更畅通的动脉和更美好的生活。从每一个早晨开始。